那中国是继续扰乱咱台湾，伫马祖南竿机场就头盖出现中国的无人机，而且伫机场的天顶飞马20分钟，除了影响飞安，嘛害咱国内航线延误马1点钟起降。马祖防卫指挥部有赶紧通报，而且嘛有严密监控。中共持续加强扰台。马祖南竿机场初2早起头一个出现中国无人机干扰，差不多早起9点外，马航部通知机场塔台，离南竿机场9点3公里有一台中国无人机，塔台嘛随提醒一台准备降落的立营航空班机爱注意。马防部侦获中共军用无人机在防区的周边空域活动，因飞航路线接近民航机的起降航道，为了确保航安，依照处置程序通报南竿机场塔台完成相关的处置。立营航空有2个航班因为安尼延误，南竿机场主任洪登宏表示，这是头一届有中国无人机这么晚进南竿机场。不过其实中国无人机唔若走入来马祖，较早嘛捌真侪届伫金门2大岛伫飞，还佫甲翕到的军区影片传上网，严重影响国安。中国大陆都是常态性的无人机都在上面飞行干扰，或者是收集一些影像，然后过去在它的媒体上面做放送。我们在这一方面，军方要有更积极的作为啊！有干扰枪，为什么不把它干扰掉呢？台海紧张国际升悬，国防部初3公布，到早起6点进前的24点钟内，拢总查到共机22台，其中20台飞过海峡中线，佮侵扰北部、中部、西南甲东南空域，上近离无人片，敢若44海里。另外有6只共艦持续伫台海周边活动。国防部讲，国军已经运用任务机、任务蓝架反地飞弹系统，密切监控甲应处。记者综合报道。